健保署对7月开始推动特殊急症照护的试办计划，让肺炎、热路也是皮肤感染者的患者会当选择伫咧处理也是照护机构内底接受抗生素的治疗，减轻家属甲病院的负担。总统赖清德早起嘛亲身来参加政策启动的记者会，还佫对这患者来表达关怀。2、1，启动。为了要实现在地安养，卫生部健保署伫咧3在地急症照护试办计划，即个开始实施，互因为肺炎、尿道感染或者是皮肤甲软组织感染的患者，会当伫咧厝内或者是照护机构内面接受抗生素的治疗。总统赖清德初二早起也亲自参加政策启动记者会。你有欢喜无？毋免去病院、住院，就会当接受治疗。赞哦！健保署表示，台湾明年114年将会建立超高龄社会，老大人人口照顾的需求悬，正需要医疗甲长照介入。即马伫咧3在地急症照护，若是能减轻家属来回病院照顾的负担，也降低院内感染的风险。部分负担比住院的费用会当省差不多5000，估计有5400人会当适用。把这个家呢当成是医院一样的住院照护的模式，那其实这几年呢，在国外也陆陆续续兴起。那么台湾呢，也有几位医师像年轻的我一样，偷偷的在做这些事情。列入这个计划的病人，如果真的因为投药没有效，然后去打点滴也没有效，必须真正要住院的时候，医院有预留病床给他，绿色通道。健保署强调，健保将会补助3.5亿。目前申请试办计划团队总共有169个，已经核定148个，继续伫咧审核。另外，也强化分段科技的整合，搭配远距医疗抑个远端看控，建造长照3.0，让病人会当得到全人全天的照护服务。记者综合报道。